今日想講咧，呢個次作直樹咧，一個醫生咧，佢遇到一啲好神奇嘅事啦，有啲瀕死嘅經歷啦。咁佢有一次咧佢媽媽去咗啦，咁咧佢就冇留意到，咁就後來咧佢就好悔恨啊，成日悔恨自己，哎呀點解當時冇留意自己係一個即係咁資深嘅醫生，竟然冇留意到媽媽個狀態變差。上次見佢就係最後一面啦咁樣。咁後來咧即係2年後咧，就有一個朋友啦嚇，一個商人嘅朋友佢就話佢媽媽成日嚟揾佢。咁然後咧佢話佢當時咧就叫佢唔好咁悔惱啊，因為咧佢誒特登咧就走嚟咧同佢講翻佢媽媽想同佢講嘅嘢。咁咧就經人哋咧即係嗰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。咁佢就好神奇呢樣嘢啦。咁後來咧就睇咗好多啲臨死嘅即係嗰啲瀕死嘅嗰啲狀態啦。咁發覺有好多共通點。跟住咧佢就喺日本就寫咗本書啊，好有趣，就叫做人係唔會死嘅嚇。咁好啦，咁佢其實咧係想講咩咧？咁同我之前講開咧嗰個道教有3個雲頭係一樣，天地人3個雲頭，而中間個人嘅雲頭咧，我哋死咗之後咧就會永遠留喺人間。咁咧就係用一個第二個形式。如果以呢個高維度嚟講咧，就即係進入咗第5維度以上嘅。咁咧即係我哋 3D 世界加第4維度就係時間啦。咁去到第5維度咧，就會係完全一個唔同嘅概念，就係時間咧係現在、過去、未來同一時候出現。咁即係話咧，佢係隨時可以喺一點咧，係喺唔同嘅時空出現，空間都得嘅喎。即係話咧，佢可以2條、3條、4條時間線同一時間睇晒。即係話咧，佢人生個遊戲裏邊咧，佢幾條嘅遊戲支線咧都可以同一時候睇晒，由頭到尾成個故事可以隨時可以抽嚟睇。咁你同我哋而家即係喺個 3D 世界裏邊咧，時間係只係得一條直線咧，係完全唔同嘅，佢都可以跳嚟睇嘅。咁所以咧，佢睇唔睇到咧，就因為佢哋係唔同嘅維度，佢哋會睇到我哋，而我哋係睇唔到佢。咁所以人係唔會死嘅，即係咧同個道教講嗰個一樣。即係當你個雲頭咧喺即係仲喺同一個空間，不過咧係唔會重疊，